要我才会来买，1个月来一次而已。还好啦，市场是还好，这里还好，还 OK。就是比较会没有那么频繁。我知道阻隔那些飞沫啊，就飞沫不会喷上去。哦，那是很正确，非常正确，至少一个飞沫就减少了。有人喜欢站在那边口沫横飞啊。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甘蔗鸡啊，比较卫生啊，没有那个苍蝇啊，或者是灰尘啊。那你觉得口沫啊？我是觉得我们台南其实是还好啦，就是大概我是觉得口罩，然后回家大概第一件事就先洗手，大概就这样。店家的口罩也要就是戴着。这一般哈，现在实在会。对，哎，要不要顺便访问？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武汉肺炎疫情严峻，而和民生最相关的，莫过于传统市场的日常采买。而市场的防疫工作是否做足，也是市民朋友所关心的。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就针对传统市场防疫做了相关措施，像是于摊商加设透明遮板，防止飞沫，又或者是在市场加设洗手台，供民众洗手等等。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经发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琳。为了抗疫，我想我们的市场大家全力一起来努力。台南市政府经发局针对于我们的传统市场，有关于熟食的部分，我们鼓励我们的摊家能够加设塑胶的围篱，让这样的一个隔离呢，能够避免购买民众的一些口沫或产生的污染源。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因为这个申请的部分呢，我们台南市政府将会补助一半，最高可以到2500元。目前包括我们的学甲、虎尾寮以及东菜市以及各市场都已经陆续加设这样的一个塑胶的围篱，让民众更安心，让贩卖的人生意更好。大家一起来抗疫，欢迎大家来台南市政府来申请这样的一个摊商熟食的遮罩跟隔罩。市政府全力支持大家，让大家一起度过疫情，度过难关。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应肺炎疫情，真侪民众也是会去抢买酒精来消毒。不过因为法令的关系，目前防疫的酒精只有台酒甲台糖公司生产，所以市长黄伟哲就指示经发局提早做准备，协调台南的民营酒厂来配合。目前已经有3间加入，预计一天会当生产10万罐。因应武汉肺炎，为了抗疫防疫，台南市政府超前部署，除了进前有口罩的国家队，现在佮率先成立酒精的国家队，由经发局盘点台南的资源，拜托民营的酒厂调整产线来生产防疫的酒精。目前总共有3间加入，预计一天的产量将会达到10万罐。之前谢谢口罩国家队，我们很多台南的企业的口罩厂来加入。今天谢谢我们的酒精国家队，我们也是有台南许许多多好几家我们的酒厂跟药厂制药厂一起来加入，可以让我们防疫的物资、防疫清洁的物资更充裕，可以让我们民众更容易来做好自身的这个防疫工作。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克服了许许多多的法律障碍，包括这个是防疫清洁用的酒精，那接下来每天他们都有生产一定的量，然后来10万每天有3家总共可以生产了10万瓶这个防疫清洁用的酒精。那也感谢经济部帮忙克服了种种的法规障碍帮忙让他们能够加入这个酒精国家队。市长黄伟哲进一步表示，
因为法令的关系，进行生产的防疫酒精，只有台酒甲台糖公司经过甲经济部的研议，民营酒厂试办参与防疫酒精的生产会议，会长嘛决议，先由台南的全酒营甲昆顶来率先试办，未来将看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是毋是比较台酒甲台糖的模式，生产防疫的酒精免去交酒税。然后再推行到全国。酒精国家队，防疫不缺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社会局积极开办食物爱心银行，第3间溪北分行的实体店面，上午伫市长、议员、甲社会局官员共同见证之下，正式启用。希望借由公司协力，提供爱心资源，互更加侪弱势民众支持甲温暖。市长黄伟哲为落实关怀弱势优先的施政理念，希望透过善心的厂商甲善心人士捐赠物资，设立食物银行实体店面，互弱势民众拢会用依照家己的需求来选择物资。社会局伫去年分别伫嘉义甲中西区开办，7号上午伫溪北新营地区再增加1间，希望爱心会用持续扩展到每一个角落。食物银行的概念就是帮助社会上这个边缘的弱势朋友们，他们能够取得实际上需要应用到的民生物资。在西北食物银行又特别开辟了免费食物区，还有我们的旧物交换区，可以让我们许多的好朋友，除了说拿点券来交换食物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来有知性的学习，来这边看书，来这边 DIY。来这边听听、看看电视，跟人家交流。我觉得其实走出户外，跟大家做一些社交上的交流，这点是非常非常可取的特色。那所以说，这个食物银行不仅仅是食物银行，而且是知性的、全方位的银行。这间位伫南营绿都新公园地下室的爱心银行，市府利用公益彩券的盈余分配的基金来办理。由社团法人台湾普利关怀协会来申办，内面布置就亲像一间超商同款，包括食品、民生用品、甲特殊需求应有尽有。除了食物，另外嘛有精神的食粮、图书、甲画展等。另外，为了服务偏乡或者行动无方便，申办单位还佫有行动支援专车会用来配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邮局推出邮政商城的服务，协助推广各地优质农特产品。除了介绍优惠以外，佫会当帮助弱势团体做公益。台南邮局现在嘛甲关庙区农会合作，做伙来行销关庙出名的往来。为配合政府防疫，嘛避免关庙往来无销路，台南邮局特别甲关庙农会合作，推出快速寄送服务。同时，佮结合邮政商城，和全国各地民众会当透过网络来选买，增加销路。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那外销的通路通几乎都断掉了，所以我们尤其想到这一块，是不是帮我们在地的朋友、我们农民朋友来把这个金砖红利把它销出去哈？那所以说，我们就主动来找我们的关庙区农会作为合作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网络商城，还有我们全省1298个据点就把咱金钻烘礼这么好吃又这么便宜的产品行销给我们全省的消费者。我们希望消费者在吃到以后，能够多多上网来订购，到我们全省各地的邮局订购。最近踮咧担任台南农产代言人的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感谢台南邮局的精益小亭，甲农民斗卡手。所以我们很谢谢中华邮政情义相挺，更感谢我们关庙农会还有关庙公所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优质的这个产品能够帮忙一起上架到邮政商城，一起来传递给我们的国人的好朋友，一起把这个优质的这个农产品，包括凤梨，包括关庙面还有相关的面包等等，能够送到我们的好朋友手里。民众现在只要利用各地邮局窗口，或者是抢望邮政商城，购买关庙往来，只要要卖出一箱，邮局就斗3天捐出10块，和关庙区公所个人救助专户，帮助区内的弱势家庭。欢迎社会大众踊跃采购来做爱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国际诗书节是2000年为美国的加州开始发起的活动。每当的4月1号，用册作为灵感，进行美食创作分享，佮翕相上传，并且做伙甲借调。今年台南爱读册电视节目就特别安排诗书节相关活动，非常丰富趣味，做伙来看卖。对美国加州发起的国际诗书节活动，是每一年的4月1号，运用册子作为主题做成甜点。参与的人也会推荐一本好册，并甲甜点寄落去。向前品尝地市的美味，目前已经有超过23个国家的参与。今年台南爱读册电视节目也特别安排了诗书节的活动，并甲台南精英酒店合作，推出2种造型的诗书蛋糕甲饼，并邀请市立图书馆馆长洪玉珍、诗人叶东泰等文人雅士共同参与，一边念诗听音乐，一边食甜点，体验这充满意义的活动。国际诗书节本身是由一群的文化的策展人呢，他们把书跟甜点呢结合在一起。因为有个甜点师傅讲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就代表你有什么样的样态。当然，书是甜甜的，放到我们的心里，就会变成我们丰富的宝藏。所以呢，全世界目前有23个国家以做甜点呢来推倡国际的诗书。为了让更加侪市民会使了解到诗书节的意义，文化局也将要伫新的图书馆总馆落成的时阵，安排大型的诗书节活动。我觉得我们在新总图开幕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办一个诗书节，让整个城市的民众在阅读当中也可以品尝到甜美的滋味。台南是一个书香城市，也是一个美食之都，应该是最适合办这个活动。会中也特别邀请台南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到现场来分享伊对活读的看法。阅读是生命的3要素，跟空气、水一样重要。但对我来讲，人家说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3日不阅读，就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其实阅读能够生活，融入我的生活，融入我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那台南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古都，台南的学生的这个图书的借阅率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很开心能够让阅读融入生活，融入学习，融入生命，能够让你的生命更加璀璨。现场也有小朋友共同来参与这项的活动，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小朋友喜爱着阅读。这集的节目将会伫4月1号暗时8点半伫第3公用频道来播送。想要了解诗书节是啥物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集的节目。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如果讲到朝鲜，也就是北韩，真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家。现主时有一位长期往来朝鲜的收藏家，为了让台湾的民众会当了解因的艺术文化，特别准备2400个艺术作品来到台南举办展览。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游乐的山水画作，就是收藏家陈秋乐甲吕伟忠所提供的。这画作上大的特色，就是全部拢是来自朝鲜的艺术家创作。陈秋乐先生因为20年来时常进出朝鲜，甲因建立了真好的感情，所以才有机会收藏这精彩作品。这摆特别举办游画特展，就希望让台南民众买当认识因的艺文风格。我在20年前我开始进入这个朝鲜以后，因为我跟他们做一些民间交流，而且也协助他们做一些那个小孩子的一些科技上的那个就帮助他们。然后有这个机缘，他就介绍我去那个万寿台，因为北韩是万寿台是北韩里面的艺术中心，是最高等的。他们里面有人民艺术家，有工薪艺术啊，以及艺术家，属于国家级的。
那刚好也这几年下来，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些很好的作品，你要不要带回台湾去做一些那个，就是说帮我们推荐，或是说帮我们做一些国家的介绍。那这几年我就把它带了差不多将近30几幅画回来。那这一次有一个机会，跟这家叶家他们合作做参展这个平壤这个刚好这么不刚好，就因为刚好这个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想这次展览应该不会说非常的理想，但我们还是要走长远的路，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把它带回来了。过来朝鲜艺术作品相对较少，所以对于了解嘛较浅。因为艺术家拢是伫万寿台创作社当中，其中艺术家分做3级，会当进入万寿台，拢属于国家奖励高等级的人民艺术家，其他是有功劳的艺术家，这是这摆画展的主力。同时嘛，因为因的民情比较较朴实，所以作品大部分都是以朝鲜的山水作为主题。朝鲜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一个陌生又神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希望这次的一个就是朝鲜万寿台艺术家的油画特展，能够让大家多认识一下朝鲜的艺术。那这次他们的展以山水为主。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写实功力的非常的深厚，然后色彩用得非常的鲜艳。我觉得也有充分表现他们朝鲜的一个民族特性。其实他们是非常质朴而自然，而且非常的热情的，在他们的对国家的一种自然的这一块，非常歌颂自然而礼赞生活。本次的展览朝鲜油画展的话，有15位艺术家24幅的作品那展览地点的话，在我们台南市东区崇明18街32号。展期的话，我们是从3月19号展到4月22号。那么我们即将在4月11号下午3点举行我们的一个开幕的茶会。这摆展出的作品当中，有部分都是属于大型的作品，嘛因为现在朝鲜的艺术品愈来愈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所以未来要找这种大型的作品，可能会愈来愈少。民众若想要欣赏这精彩画作，嘛千万唔通错过这个难得的画展。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肺炎疫情造成真侪演出拢取消，连带和剧场顶艺文工作者嘛受到影响，所以纸风车剧团就推出线顶的剧场，并且鼓励全国的剧场演员发挥创意，上传1分钟的影片，只要录取，就会当赚到3000块的生存金。国内知名的表演团体抓风车剧团，因为看到现在盛行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到侪艺文表演者的表演取消。造成因的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剧团就主动发起线顶的剧场“纸风车返校日”，邀请剧团的演员家己翕影片传到这个网站。如果有入选，就会使得到3000块的生存金。剧团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方式，帮助大家度过这个时期。我想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的表演通通取消了，所以原来在从事这些表演艺术工作的人员，其实大家都几乎是一个停业的状况，完全没有工作。所以纸风车呢，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要推出一个纸风车的线上剧场，我们称它为纸风车返校日。那我们当然希望演员呢，可以运用他的专业可以在线上呢为所有的观众来做服务哦。那除了用专业来面对疫情更重要的东西可以用行动用行动跟他自己的专业的东西来为这个社会有点贡献。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线上呢，我们现在要号召所有我们的剧场演员如果你觉得你真的现在因为那个演出取消真的很无聊，或者是你有很多的 idea 你想运用表演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只要1分钟，1分钟的短片你把它上传到纸风车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就是上云端的那个报名那如果就是我们获选的作品我们将会每一集提供3000块钱的这个生存金只能提供你基本的生活，但是呢，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在停业过程当中也不会坐困愁城，也不会只是很沮丧的、很惶恐的面对环境的变化。我们用行动也带给所有的人
不同的欢笑，启动大家可以一起返回快乐的日子。市长黄伟哲也针对这个计划表达支持。市长强调，只要是伫台南设置的表演者，这个奖金就由市府来发放。也谢谢纸风车剧团，他们能够去提供这个这么好丰厚的奖金。那我个人呢，我也会帮忙这个募集这个款项，能够让我们的一些涉及在台南的剧场工作者，他们也有或者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因为在防疫期间受影响，所以说也能够让他们的这个能够得到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个补助，这点是我们很感谢的，我们要努力推动。这个活动将会持续举办到疫情减轻，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努力，留下这个艺文人才。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日本设计品牌甲奇美博物馆合作，推出台湾限定的便条纸，被网友学的是世界上水。因为随着便条纸一张一张被使用以后，得出现立体奇美博物馆非常的特别，而且这是只有台湾才有咧卖限定商品。日本知名的设计品牌曾经将经典的日本建筑制作成为纸雕便条纸，只要将便条纸一张一张拆落来，就会变做非常有路的艺术品。正前所推出的清水寺甲东京铁塔，拢吸引侪民众的收藏。现在奇美博物馆也甲这个品牌合作，以着森林中的博物馆为主题，将整个奇美博物馆打造成为绿色渐层的艺术品，吸引了侪民众的眼光。我们这一次呢，大家看到那个便条纸呢，一定会非常的惊叹，它几乎是一个艺术作品，因为它是有150张的 memo 纸，然后呢，你透过一天一天慢慢的使用之后，它会慢慢的浮现森林中的博物馆，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构想。而且呢，它这个概念来自于 memo 跟 memory， 就是你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旅游，那你再把这个礼物带回去之后呢，你透过它的使用，你天天会想起这里美好的回忆。那这个便条纸的创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听说呢跟日本的清水寺一样，是一个5星级难度的制作。那你在透过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小的惊喜，你可能可以突然发现清美博物馆外面的阿波罗喷泉的一个纸雕的图案，那也有可能会发现我们顶楼的荣耀天使，那也有可能会发现我们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典藏沉思者等等，然后呢可能还会有惊喜哦，会看到我们创办人拉提琴的剪影。那这每一张用完之后，这个便条纸的纸雕呢，你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收藏，就放在桌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然后其实所以全球是轰动的，那在台湾又是第一次，那所以非常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我们这个礼品。这也是这个品牌第一届甲加州地区的国家来合作，同时这个作品也是台湾限定的商品。除了非常有路的博物馆以外，便条纸顶面也有4种无同的纸雕。虽然讲伊是一个便条纸，但伊更较像一个收藏品。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